冇翻啦，但係我今日變咗鼻塞，咩都冇做，突然間個心情勁慢，我人生嘅第一次舞台仍然要咁樣過，我要頂住佢啊，定係入醫院咧？都甩咗，都甩咗。唔使驚。踢波有啲細啊，係啊，咁我係見佢有時咧，佢要上嘅時候。唔係你嗰個位，你越係緊張，佢就越揦實咗啦。《英決歌》呢首歌係送俾大家，但係最尾嗰度唱衰咗少少。好得意喎！你細細地。今日繼續學唱歌，今日咧就跟阿坤哥去學，好彩身邊有好多人救嘢。就係呢套啦。OK 冇事嘅。即係唔知喎，因為我都覺得頭先聽你第一次唱，你啲咩音啫？上完一堂 Yuki 姐要走啦 Yuki 妹要走啦。坤哥已經上5分鐘已經5分鐘即刻開竅咗。打通我入都唔通。係開竅咗，我可以走啦，我就未得啦，我就要留堂啦，加操。完咗你話我知咯，睇下我過唔過嚟。好啊。你話我拜拜。送你。喂，hi 過嚟。係啊，好耐冇見，我上嚟真係。我哋落堂啦，經歷咗3個鐘嘅戰爭，我就係咁啊，幫我執咗好多啲細字位。希望你幫到你人生啦呢件事。係啊，不過 anyway 辛苦你，佢做咗我嘅救星。加油 ！Very good。哦，nice。你前面嗰啲咩啊，真㗎！當你唱啲好 detail 嘅嘢，都有好多呢啲嘢。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，你數。2、3、2、3。點解你冇用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。所以就係拍1、拍1、拍3。2唔拍。 1、2、3、1。OK， 2。我 get 啦。好，試下啦。拍叫咁耐呀先。我嚟啊！好。 1、2、3、1、1、2、3，就開始。唔緊要，嚟一個。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、2、3、2、3、2、3、2、3、2、3，唔係嗰啲，差唔多啦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可以喺我頭上面咧整啲圈圈啊，整啲煙啊噴。會啊會啊！而家第一步點解好似好辛苦？出晒汗。你拍個手出啊！汗我就滴緊汗，我滴緊汗啦。大家一齊出汗。1、2、3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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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Perfect，out 嚟耶！有 feel，有 feel 係咪？嗱，試一試快少少啦。可以。想你講我好，講句了不起，偏你總覺得放於心裏最合理。 OK，哇，跟到拍子喎，勁有進步。勁！想你講我好，講句了不起，偏你總覺得放於心裏最又係我講合理。嗰個信心嘅問題。當你做咗呢個咧，你成個聲嘅信心會大咗好多嘅。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，原來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。我今日嚟咗揾阿 Harris 哥幫手打救下先。係，靠你啦，2月1號。我盡力啦，一定得嘅。咁但係你係 OK 嘅，OK，即係啲 range 上得係，真係冇唱過歌點點啊？我都係因為佢我先開始唱，咪之前有嘅，好耐之前10幾年前聽林宥嘉時係咁唱。我呢邊有啲高音翻嚟啦。隨隨回望，曾屬於彼此的晚上，仍是你贈我的心。辛苦你啦，嗰啲咁係啦，唔辛苦，一啲都唔辛苦，好開心，早識嗌埋啲細路嚟。最緊要所有嘢都係練就得㗎啦。練 and enjoy。OK。 Miss，啱啊，要 keep miss。好好啊。也許當時忙着微笑。不
繼續去練歌。今日去試下聽個耳麥先，因為我從來都冇用過耳麥去唱歌，因為聽歌係要去習慣啊，同埋熟悉下嗰個聲音，咁咪有少少唔舒服。而家距離2月1號仲有10日啊，好緊張。希望順順利利可以俾最好嗰面俾大家睇。今日係1月25號，琴日就做完呢個非常檢控官嘅宣傳啦。突然間唔舒服，發冷，喉嚨痛，逼自己休息咗一日，瞓咗成日，個幾禮拜都不斷不斷喺度唱歌練啦，都唔知係咪身體俾我嘅一個信號要我真係休息下。才能講愛傷的片段，都比得起這小美麗，亦絕不可使我更欣賞。轉眼間嚟到，準備開始今日嘅浪地。唔見我自己上台之前，有一個小型嘅心臟病發。嗰個心臟病發我曾經真係試過嘅，因為我曾經驚恐嗰啲嘢，定係真係心臟病。其實有少少似心律不正嗰啲嘅，突然間心跳得勁快。因為我之前足球比賽咧試過真係咁嘅情況，最後尾要入醫院嘅。但係你知唔知？如果係驚恐都會嘅。本身以為自己唔緊張冇壓力，點知原來都存在係有嘅。有時係唔知嘅。今日就係 Share Me Your Love。呀，粟米肉粒音樂終於要粟米肉粒會，終於粟米肉粒啦！而家個心情如何？我而家心情好緊張，因為喉嚨痛好翻啦，但係我今日變咗鼻塞，咁我寧願喉嚨痛過，因為鼻塞你係會冇咗個透氣個位，同埋你會好多鼻音。係，所以我即刻落去揾呢個通鼻配方。本身呢幾日都有訪問噶嘛，我都話問我緊唔緊張啦，有冇壓力啦，我話冇壓力，完全好輕鬆，順其自然嘅狀態。因為我覺得好似我而家嘅狀態就好似台慶嗰陣時咧，一直都冇緊張感，反而我係想有個緊張感。但係其實咧，今次咧，我真係好緊張，緊張係潛在於喺我心底入邊。聽說你嗰個緊張係你琴晚發夢自己心臟病發。我曾經試過，因為我曾幾何時我踢波嗰陣時試過係咩都冇做，突然間個心跳勁快。喺夢入邊我心諗唔係啩，我人生嘅第一次舞台竟然要咁樣過，因為我諗緊我要頂住佢啊，定係要入醫院咧？我覺得我哋會 good show 嘅。期待同廣州嘅朋友們，同埋特登上廣州嘅朋友們見面。後台嘅情況先大家睇 ，GMB 喺度做緊，好多小卡，睇先，呢個試過嘅，呢個就係我哋，哇，Oh man，呢個係我哋嘅。簽個名先，趁而家有啲時間。頭先唱得唔錯喎。都甩咗，有啲甩咗。唔使驚。有時咧佢要上嘅時候，係啦，佢喺呢啲位好。亮哥，你咧會亮哥，你亮，唔係你嗰個位，你越係緊張，佢就越揦實咗啦。亮哥今晚越係耶！你得咗啦，就係咁樣噶啦，就係咁。但係總之，你個量一開啱咗咧，你後邊都會啱。掂。距離開場仲有10分鐘，依家7分鐘啦。你睇下 GM 好似一啲都唔緊張。黐線，台慶都冇咁緊張。嘅。OK 啊，嚟啊嚟！我哋不如一齊嗌個 good show。嘿，嚟3、2、1 ，good show！Let's go！Let's go！哇，押韻嘅喎 ，good show，let's go！ Yo yo！ 咁都入到。好好好。咁我想
企喺度唱咗兩首歌啦，咁大家應該都好期待我嘅男主角出場㗎啦，係咪咧？大家可唔可以俾啲聲嚟嗌下佢個名咧？張琪啊！哎呦，廣州朋友們你哋好，就到我啦喎！加油啊！我知道你應該會好緊張嘅，不過我相信你係可以嘅。Give me five。OK，let's go。OK，let's go。情仍是憧憬，腦海的線段如燈火中的密碼。露台看看世界吧，這個天下用盡方法。因為其實小弟咧係即係平時唱 K 都唔係好點唱嘅，今日第一次演出俾大家聽，非常之開心。我真係覺得你唱得好好，我有少少想喊其實。好懷安慰啊！好懷安慰，係同埋咧，我知道，因為其實我都有即係有多你少少嘅唱歌經驗啦。咁我知道企喺台上面係好緊張嘅，咁但係我覺得你今日嘅發揮真係超常表演啦！我想講多少少咧，《森林》呢首歌咧，其實點解我會揀呢首歌咧？係因為我知呢幾年大家都會有迷茫啊，會有唔開心啊，會有失落嘅時間。但係呢首歌正正就係分享啲愛同埋力量，鼓勵你哋。講起珍惜眼前人呢一首歌，其實都係講緊呢個訊息嘅。咁因為我覺得人生每一個晚上其實都好美麗嘅，但係我覺得今晚係最美麗，因為有你哋，有 GPS， 有番茄螺絲粉，有師傅嘅粉絲，有你哋就變得好美好。所以送呢首歌俾你哋，《千千闕歌》。才能更愛上的漂亮，你把你這笑比人。這件推出一對翅膀，什麼風景都想跟你看，就算跟你繼續看，亦夠鐘太。哇，好緊張啊！我哋啱啱完成咗我哋個 part 啦，點啊？你有咩感想？首先有少少唔好意思嘅。點解啊？即係《千千闕歌》呢首歌係送俾大家噶嘛，但係最尾嗰度唱衰咗少少。唔會啊，我覺得你表現得好好，尤其是係森林，你真係唱得好好。多謝廣州嘅朋友們，同埋好多謝遠道由香港過嚟廣州嘅朋友啦，同埋喺世界各地過嚟。仲有我哋嘅小編，我嘅小編就係喺馬來西亞過嚟嘅，佢都好辛苦。哦，去馬來西亞。佢一聽到呢個消息咧，佢即刻做咗兩樣嘢。第一樣嘢就係買機票請假，第二樣嘢佢即刻買咗個小相機，佢諗住貨影我。好啦，咁呢度就係我哋嘅化妝間啦。我聽到女神配對計劃嘅主題曲。係啊。佢哋落咗去啊！好正啊！我哋有呢個 GM Sophie 嘅絕密後台，我哋差唔多又要再出場啦，我哋來吧！再見啦！再見啦！拜拜！新年快樂，幸幸福福！